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0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部立桃园病院为着病人数一直增加，昨下晡化学兵嘛到病院大消毒，病院员工有353个人，需要隔离14天。目前病院有220个病人，卖转到其他的病院。指挥官陈时中是强调讲，这是清空的计划，并不是封院。另外，昨病院院长徐永年嘛声明表示讲，医护人员并无选择战场的权利，希望同事佮同志情况真紧就会改善。总比请假正潮，报道桃园病院群组感染扩大，国军化学兵昨到伫咧桃机一站全方位的消毒。转院的病人可能接触过随身的物品，抑个转院的车辆也拢无放过，全部做消毒。协助病患的行李消毒，这种不是进院内。强调医护人员无选战场的权利。报道桃医院长徐永年讲，桃医伫上高峰的时阵，共一天就收30几位确诊病人，并且互因全部拢康复出院。外界对因的批评甲指教，因拢虚心接受，希望同仁继续加油。昨天前进指挥所的进驻，那已经有初步的一个疏解方案，就在今天、明天呢，这2天呢就会执行。请大家再撑一下，情况呢就会大幅的改善。说不煎熬应该是骗人的，但是呢，其实我原则上我们自己的心理要自己做调试。前进指挥所建筑，会互列做病院的居家隔离者，拢以集中检疫或者是转到医区隔离为原则。因此，19开始执行病院清空计划，2天内分100位加120位病人送到专职的隔离病房，这是脑残管制全部消毒。之后，那可能就可以作为我们相关医护人员回院隔离的一个处所。对我们在澄清好，那我们现在是安排是只出不进嘛，我们是一个清空的计划。有将这边将关物资替医护人员加油，也有人送小的食物，感谢医护人员的辛苦加付出。我送到月底啊，我每天送哪些东西来？固定啊，就轮着吃啊。昨天是鸡排，今天是水果啊。报道桃医一直拢是负责治疗新冠病毒的专职病院，这么以来发生群组感染，目前出入拢严格管控，门诊也缩减真多，每天内科外科拢一诊，协助固定慢性病人提病管控防疫措施也提悬，希望疫情会当赶紧得到控制。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昨晚发布命令，要求所有官兵尽量唔通去桃园地区。国防部是公告讲，桃园地区所有部队14天内底停止所有公务甲训练等交流的活动，包括体检、探亲、会议等等，拢尽量用电话还是视讯。若是无共营区有必要往来，嘛一定要好好的消毒，做好自主健康管理21天。所有官兵无必要的先唔通去病院，嘛减少前往桃园的公共场所。再来看今年的台湾灯会要伫新竹举办，这嘛因为病院的感染有扩大的趋势，决定要停办。这嘛是台湾灯会举办32年来头一遍停办。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嘛强烈建议讲，取消所有的大型活动。台北灯会嘛伫早起10点来宣布讲，甘要停办。大家一致的决议哈，今年的台湾灯会在新竹的台湾灯会我们停办。本来2月26到3月初7，要伫新竹市办的2021台湾灯会，确定要停办。这是台湾灯会办32年以来第一遍停办。这对新竹市政府以及交通部观光局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决定哦。这个台湾灯会来的人流哦，都绝对超过100万人次。而且这是一个跨区的一个人流，所以它增加了这个防疫的难度。台湾上大场的台湾灯会停办，那呢各县市各举办的灯会敢要办？若无法于活动前严格执行完整的风险评估，并规划完善的防疫配套措施，那指挥中心强烈建议取消或者是延后举办。指挥官陈时中请各地方政府防疫优先，行政院秘书长也希望会当考虑提升防疫的层级，或者是缩小规模。各地方政府也拢做出决定。新北市宣布停办新北灯会，并会天灯节延后举办。
贵人市也停办7道烟火嘉年华，新德县停办元宵的新宝会顶迎天传彩粿活动，同市长郑文灿宣布桃园灯会发福地大型集会等活动全部拢取消。宜兰县也取消欢乐宜兰年活动。南投德山的指南宫取消正月初一发钱舞，是10年来第一遍停办。高雄市长陈其迈宣布，高雄灯会加市府的马街团拜拢取消。台中市长罗秀媛宣布，中台湾灯会取消。台南市长吴伟哲暗时也宣布，咸水风炮取消。要拿台北灯节20早起10点才会宣布。看到中央的原则来处理嘛，如果他说他全部停，我们也可以停啊。但是我现在还不晓得他到底他的疫情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我还不知道。台湾灯会已经决定要停办，不过台北灯节也搁伫咧宣传。台北市是毋是停办，也该等市长宣布。记者综合报道。除了武汉肺炎的疫情，非洲地震嘛，搁伫全球的看。农委会表示讲，过去的这段时间，伫海关嘛不时拢会查到有非洲地震的猪肉制品进口，也是寄入来，所以过年要到咯，会加强稽查哦。另外，为了要防止非洲地震哦，嘛规定讲袂使用喷来饲猪，也毋过伫婚林哦，去年嘛查到有7间业者违规。20开始，逐天差不多2000多人会为中国甲港澳等的台湾为防堵非洲地震，相关单位呼吁民众唔通炸火腿腊肉，即违规猪肉制品。不过农委会表示，去年民众透过电商平台买物件，将近400件有含猪肉。邮报也继续查到违规的猪肉制品，都惊正做防疫抗衡。这个没有因为受到 COVID-19 的疫情影响。因为这个部分都是用寄送的部分，那这个是我们不解的这一个所有的疫措施里面最重要的部分。去年伫边境查到旅客违规在猪肉甲制品，检验了后，非洲地震阳性样本有260件，中国籍产品阳性率平均13.7%，风险犹原真悬。疫情在中国大陆看起来并没有一个就是比较明确的，就是降低。这个疫情还是非常紧迫。防堵非洲地震疫情，政府规定饲猪场用喷爱关温注过，不过婚姻关已经宣布全关禁止用喷饲猪，依然有7间被查到违规。他们可能就是以家用的厨余，以为说是家用厨余还是可以使用，但我们还是跟他讲，家用厨余是不得使用。婚姻关伫2018年底先宣布禁止用喷饲猪，农业处表示，依法第一摆罚3万，第2摆20万，第3摆是重罚50万。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哦，今仔透早因为辐射冷却影响，温度较低，上低温是伫新竹8.3度。咱来看温度，今仔早起哦，就有日头，天气就较烧热，各地温度拢伫22度以上。也毋过，你个暝温度是差真侪，会到10度以上哦。早起的上低温是伫新竹只有8.3度。明仔载拜四，南方的云系会往北，西半部阁有偏乌会开始落雨。金门、马祖阁有中部以北地区，因为受到云较济，阁蒙雾的影响，能见度是无介好，所以塞车得爱特别注意。今年的寒冷都有4波的寒流影响台湾，做事人是真辛苦哦。伫苗栗，农民接机的来啊，却拢无开花；伫台东哦，渔民勉强出海，也毋过拢掠无鱼。当地渔港哦，鱼仔的量只有普通时仔的一半尔。靠天食饭的农民佮渔民是拢真怨叹，讲今年是真歹过年咯。伫接机的来啊园，农民甲泪水陆陆啊来预防寒害，受到今年连续寒流的影响。原本1月底应该会大开的梨花，敢若剩无几蕊。农民烦恼今年开花的几率会减真侪，影响来啊结籽的状况。今年的高阶梨的那个开花率一定会下降，今年很多农友可能会降到只剩6成、7成，甚至严重的不到5成。倒兰是苗栗接机的梨啊主要的产区之一，当地农会表示，为冬节到1月底会接梨水。不过最近连续的寒流，敢会影响到接机开花的情形？农会讲1礼拜后就会较明显，希望莫受到伤大的损害。防寒就是多了一层保护的机制。让花苞不会在太冷的情况下影响到它后续的开花率。受到寒害影响的，也有台东的渔民。台东渔会表示，为元旦开始一波的寒流，都影响到掠鱼仔的量。尤其是这半个月以来，拍卖鱼市场的鱼仔，毋但种类变少，数量嘛比平常时减5成以上。渔民讲，今年的新正可能会真歹过。鱼量少，
啊天气嘛歹，3工2工就透风，就无去啊。这波寒流影响，变成最近的渔获量比平常往日还要少了将近50%以上。那面到随要过年，真侪渔船还阁有请外籍渔工。渔民讲，寒流造成因这半个月以来收入减真侪，过年想要发红包给渔工，可能嘛发袂出来。希望政府会当注意到寒流影响到渔民生活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先来看《中国时报》，有真侪大学伫寒假拢会办营队，有的4、5天的课程爱万外块，有的营队佫强调讲对于未来高中生参加大学争取会有帮助。教育部嘛发公文给大学，表示讲，若是营队有违反招生的伦理的状况哦，会对学校提出处罚。再来看《自由时报》。立法院临时会暂三读通过大约2300多亿增减基础建设计划第3期特别的预算案哦，其中 NCC 编列补助电信业者5G 的建设，金额有将近155亿。虽然在野党提案要台独，也毋过最后嘛是全部拢照常编列。再来看《联合报》，受到疫情影响，一寡饲料原料、豆啊、番麦无货柜通进口哦，嘛造成咱国内饲料起价。有饲鸡业者就讲哦，一个月爱增加60万的饲料成本哦，猪肉有可能搁要起价了。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是表示哦，已经有提供高豆仔粉，予农民会使来当作饲料使用。咱来看保利桃园病院，昨个增加4个武汉肺炎的病例，伫8天内底就有9个人胃着病。指挥中心已经决定讲，要甲病院内面所有的病人拢先刷走，防来做追踪的人拢爱集中检疫，也是讲爱转去病院隔离14天。指挥官陈时中是讲哦，即个疫情来了真紧，而且病毒是黑狗团迄种。保利桃园病院新冠肺炎群组，阁增加4例确诊，其中2例是甲暗号863护理师做伙住的翁婿甲查某囝，是暗号864甲865。另外1例是暗号863护理师的同事，也就是暗号868。还阁有1例是住院患者的外籍女看护，暗号869。863跟864，他们是夫妻的关系。1月13号11点半到12点15分在桃园南门市场。1月16号11点40到12点35分在桃园南门市场。那其他还有一些相关的轨迹，我们现在在厘清中。按865，他在桃捷 A7 店的摩斯汉堡店上班。根据指挥中心的调查，一开始感染的境外移入的个案暗号812，是住伫保利桃园病院3楼的加护病房，因为甲照顾所确诊的医师是暗号838。这个医师的行踪包括3楼的加护病房、7楼的7边病房。结果，这个住院医师传染予做伙住的女朋友护理师暗号839。因那住院医师，佮经过同一个护理站的接触，传予伫咧7楼7边的护理师暗号852。还佫有伫咧工作上讨论病情的主治医师暗号856。这个主治医师暗号856，因为伫咧10楼的10边病房，因为安尼嘛传染予暗号863的护理师。接落来暗号863，佮传染予另外一个护理师暗号868。暗号863，佮传染予做伙住的翁婿，也就是暗号864，甲伊的查某囝暗号865。另外，还佫有一个伫咧9楼9边的外籍看护，暗号869，还佫伫咧疫调当中。它是一个基本的变种的病毒跟第一波的那样的病毒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跟我们的去年的病毒是不太一样的。不过现在世界上大部分都是这个病毒，它属于一个强势的病毒。指挥中心表示，过去新冠肺炎的潜伏期大部分是5天至7天，不过这届确定敢若有2天至4天。经过病毒序列的比对，目前国内病毒株并不是英国变种或者是南非变种的病毒株，是最近大流行的D614G 变种病毒株。传染性更较悬，不过未引起严重的症状。这嘛是美国当地流行的病毒株。也若感染的源头暗号812，嘛拄好是为美国返来台湾了后确诊的患者。记者综合报道。昨增加的4个本土病例，其中一个胃着病护理师，甲伊同款胃着病翁婿，这个月13、16捌去过桃园的南门市场，伊嘛有胃着病查某囝，是伫摩斯汉堡桃园捷运 A7 这间店的上班，店家消毒了后，嘛先暂时关门。桃园南门夜市，逐天人真济，打商济，买物件也济，对民众来讲是真方便。
早上比较热闹啊，早上人很多啊，这整条都在卖菜啊。不管吃的、穿的啊、用的啊，它这里都很多选择啦。暗晡19下晡，市场陆续收大，煞乡乡出现环保局人员来做环境消毒。原来是因为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上新疫调卡车中有确诊者捌来过，也引起当地店家是真惊吓。头皮发麻了，希望是没有传出来，是不要有社区传染是最好的。桃园捷运站 A7 站站内摩斯汉堡铁门也关甲只剩一个棚，罕见无对外营业，因为这也被列为确诊者的上新的卡车。我来它就是没有开。以前有这样过吗？没有。A7 站除了进行消毒以外，那么 A7 站的工作人员也必须进行自主健康管理。那而且不得这个混班支援到其他各站。南门市场明天休市一天桃园南门市场除了20休市一天，桃园市长陈文灿也强调，包含市场在内8大场所店家甲人客强制挂催安停止试食试香。但市长表示，这分店主要工作人员只有865例，护理所10甲店长这居家隔离当中采检结果也未出来。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高滚价，全球的病例数已经超过9600万例，死亡的人数有205万的人。来看上新的统计，台湾总是增加6例，目前是868例。中国的病例有88000例，香港有9000多例，日本超过34万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和巴西。美国已经超过2400万例，印度嘛超过1000万例，巴西是超过857万例。伫欧洲的国家法国是超过299万例，英国嘛超过347万例。来看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昨暝离开伊的故乡德拉瓦州之前嘛发表演讲，伊表示讲，伊这世人拢以故乡为荣，说来伊前往华盛顿准备20个就职典礼。You know, it's kind of emotional for me. 虽然现场包括德拉华竞选团队也个家族成员100多人，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离开故乡德拉华进前，向乡亲告别议员正激动。Where 12 years ago I was waiting at the train station in Wilmington for a black man to pick me up on our way to Washington, where we were sworn in as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here we are today, my family and I, about to return to Washington to meet a black woman of South Asian descent, to be sworn in as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on't tell me things can't change. They can, and they do. That's America. That's Delaware, a place of hope and light and limitless possibilities. And I'm honored. I'm truly honored to be your next president and commander-in-chief, and I'll always be a proud son of the state of Delaware. 拜登讲，伊是德拉华之子，是伫宾州出世。10岁时阵，规家伙仔搬到德拉华州。拜登伫咧遮读完大学，摕到德拉华州的律师资格。伊讲，当家己也是囡仔的时阵，州政府给伊机会担任公职了，选调美国参议员。尾仔日牵少查某囝因为车祸过身，身为单亲老爸，逐工拢坐火车转去德拉华的厝照顾后生。因过伊大汉后生破气脑癌过身，是上大遗憾。He's not here because we should be introducing him as president. But we have great opportunities. Delaware has taught us anything's possible. 拜登去华府了，会照惯例伫咧美国的国宾馆布莱尔宫待一晚，20宣誓就职。现任美国总统川普已经讲会参加拜登的就职典礼，也会伫咧白宫迎接新任总统，打破美国150多年来的传统惯例。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来看北非的突尼西亚，最近有全国性的抗争，有真侪少年人是不满讲经济衰退、失业率欠悬，政府佮以防疫为理由实施宵禁。去抗议的人士连续4暗伫街头烧物件、弹石头啊，甲警方爆发冲突，嘛已经有600多个人轰掠起来。警方一边挖棍一边射催泪弹，民众散开了又搁挖过来。
北非嘅突尼西亚最近发生全国性嘅抗议，包括首都突尼斯、东部旅游地苏塞、北部嘅喜乐雅奈，一个西部嘅卡塞林拢有示威。冲突已经连续几多天，不满嘅民众伫咧顶礼拜五暗就伫咧路烧物件、塞路洞、弹石头，警察全副武装，甚至出动军车赶人。双方伫咧街头对立，抗争嘅源头是这段影片。穿蓝色外套嘅警察，甲一位持油嘅民众伫咧还价，而且一直出手解杀。这段影片伫咧网络传开了，互人想到10年前有一个败打，互警察当场武力爆火自杀。如果拄到万历会举兵爆发，独裁者班纳迪倒台10周年，政府选取防疫为理由禁止集会游行，并且实施宵禁。国加上突尼西亚长年来经济摆失业率悬，又拄到这边疫情，所有环境加起来，少年人规巴肚火拢蹦出来。بدأ كورونا عبيد قاعدة تموت كونفيرمو من الأربعة نتضروا فيها كان نحن ساحبين فمش منها اللغة ذي نحن لا على بينا لا بكورونا لا بحد شيء يعطونا ناكلوا ساحبين وخدونا نخدموا على رواحنا. أنا نفهم معليش يخرجوا كيكا خاطر كان جاي وضعوا الإنسان به وجاو نحن معناتها كان جاي معناتها وضعيتنا باهية ما نوصلوش كيكا نوصلوا نكسروا ونعملوا بصراحة. 不过政府态度正强硬，讲抗议民众趁机会抢劫。破坏店面车辆，总共逮捕632人，大部分拢是14、5岁到25岁少年人。总统萨希德8月出面发会，希望少年人莫因为散架失去理智。ايا كان ما نتعرضوش لاي كان لحظه واحده ساعه ما نتعرضوش لاي كان لا في عرض ولا نمسوا الاملاك ولا نمسوا مؤسسات الدوله。不过萨希德的话无效。当地时间18号，内也有示威民众连续第4案抗争，抗议是毋是变成国家大冲突，也我观察。不过伫短时间内，恐惊是袂停来。公司新闻齐焕玲编辑。今仔国际上，阁有甚物大代志？咱做伙踮台湾来看世界。首先是针对美国国会暴力事件，美国参议院共和党的领袖麦康纳昨正式表态，讲这抗议的人士是受到川普的洗脑，这嘛是麦康纳目前对川普上严重的批评。再来看洛西亚北各加索一个厝市场哦，伫当地时间18，熊石拢崩掉，造成1个人死亡，8人受伤。来人红救出，阁有真侪人红待伫室内底哦，等待救援。再来看美国参议院外委会召开国务卿提名列人布林肯的人事听证会，布林肯是表示讲，伊会来帮助台湾防卫，甲参与国际活动。来看伫大卖场百货公司，拢有一款电话亭的 KTV 哦，也毋过最近有民众发现讲内底哦，竟然有中国的爱国歌曲，秘书是要甲民众洗脑。有立委就表示讲，这有可能是中国利用机台来进行宣传。陆委会嘛要求相关的单位，伫机台进口了后，应该爱查验好清楚。电话亭 KTV 的歌曲，这是传播中国共产党思想的五彩红旗，都操作改变勇敢体制。真侪中国的爱国歌曲也拢伫个歌单当中，民众只要走找长点播，引起外界烦恼，是不是中国新的统战手法？我觉得就算是歌曲要做统战是不太可能，要自己只要保有就是爱国心理的话，其实还好，完全不会有任何的有兴趣，对啊。真侪人认为影响无大，电话亭 KTV 3年前开始流行，真侪机台是为中国之外，大卖场也在卖，除了商用也推出家用机台。国立委就质疑中国趁机会试水分，未来可能慢慢会控制统战内容，要求陆委会研究相关的措施。立即邀请了陆委会、还有 NCC、还有智慧财产局相关人员来讨论，就发现说。这个黑盒子居然现在是无人管。对于违法点歌机输入进口，将强化事前的审验机制，不要轻忽中共运用网络传播媒体等管道对台进行渗透、统战分化。
陆委会指示相关机关对中国违法点挂机进口，要加强事前审查机制。除了文化统战也违反著作权法，中国盗版业者共有70万首的歌，不过国内连锁 KTV 只有3万首是合法。台湾业者炒股这3年损失20亿，只好用法律行动提告。目前有代理业者已经被起诉。记者综合报道。真理大厦台南麻豆校区的台湾文学资料馆之前发生换锁头的争议，害前馆长张良德无法度入去。教育部长潘文忠将专工罗南去协商未来有可能会成立专案小组来讨论文学资料的保存，嘛邀请张良德教授继续参与。加前几天大门锁起来无共，真理大厦麻豆校区的台湾文学资料馆一透早大门就开起来。教育部长潘文忠特别路人参访，由前名有馆长张良德亲自解说。教育部长这座路人要解决馆内珍藏文学资料要去倒位问题。那教育部跟文化部，也会共同在这个整个专家小组在讨论后续可以来协助相关的资源，能够对于这个收藏保存包含未来在整个数位化可以更永续的保存上来持续做努力。关门协商了后，教育部将成立专案小组讨论，以麻豆校区作为主要典藏展示参访场所。文化部协助对资源收藏保存。张良德也提出构想，希望在真理大厦成立台湾文学国家园区，包括文物馆、台湾民俗文物，举办民间艺术活动等拿图，就此提升台湾文学地位能见度。伊也强调，唔担任任何职务，唔忙做一个终身职工。那能不能实现？我不知道，就看部长、教育部长、文化部长有没有魄力。我不愿意担任任何职务，是一个永远的志工。需要我的地方，需要我帮忙的地方，我当然乐意帮忙。真理大学也提出建议，唔望张良德教授为台湾文学继续打拼，加上教育部出手协商，也让这件换锁封馆的事件有一个好的开始。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去年一只断掌的台湾乌熊，后来医好就野放咯。也毋过最近所传出讲，这只乌熊有走入去邻家厝找物件，开冰箱要找物件来食专家是表示，台湾乌熊的基地是真好，会四界去找食食。有可能是因为山顶无牛草咯，才会个走倒来有人喺大的所在来找物件食。在红外线摄影机的镜头下，台湾乌熊想要入去厝内找物件食，却看躯形震撼大，砰一声甲夹走。这正是编号711的台湾乌熊，去年10月伫台中和平区东猫山和含这误伤，2个月后伫雪霸国家公园野放。不过，伊煞于12月底到1月中，伫苗栗县泰安乡马碧河部落甲台中市和平区刀山部落出现。乌熊711所移的范围也非常的大，捌伫11点钟内，山区直线所移有5.7公里，海拔落差1400公尺。因为它外面还有一些狗饲料，就是吸引它过来之后，那它就好奇就进入，就破坏了这个木门。今年的森林的结果量可能比较欠收，量比较少，那所以可能这只黑熊在山上呢，它取得食物的来源比较没有那么充裕。对乌熊的迫害，当时林管处会以个案方式来补偿农民损失，希望加强农民发现乌熊的通报意愿。生态专家指出，乌熊向浅山所移，应该甲山顶食的物件无够，人类自动食的物件较简单摕到有关系。发现到说人类在山区里面种植的东西对他们讲，它是最好的食物，它就下来找东西吃。真的是动物这样的话，它就会很多群会下来。可是问题现在都是只有个案。专家表示，台湾乌熊大部分出现伫中央山脉1000公尺的中级山。这2年来传出真一件乌熊伫林道甲人拄到，或者是创日高远甲自落。不过伫科学定义上，族群并无明显所以行为或者是数量增加的现象。不过爱重视人甲熊的冲突，林务局也协助农民设电子围篱甲赶熊的设施，减少正面拄到的危机。记者综合报道。
咱台湾民众买乌豆仔99.9%拢是国外进口的，虽然目前分林有在种哦，也毋过只有200-300公顷。为了要种出台湾本土的乌豆仔，西丽农会乌豆仔3小班嘛推广讲，利用一期种豆仔、2期乌豆的轮流种植的制度，会使加种一寡台湾的乌豆仔。伫地方上有乌豆将军名号农民蔡在兴。为10几年前就开始种乌豆，因为台湾目前大部分拢是国外进口，伊希望会当家己种出品质上好的国产乌豆。因为尾要用进口豆啊，因为鲜度流有差，甲咱的传统的豆油味拢有差，食个风味无去啊，所以咱家己来种豆啊，甲旧有的风味甲找到点啊。农会开始辅导农民使用轮作制度。家己种乌豆，乌豆除了会当摕来做豆油、下豆奶之外，会当做侪料理。咱一般咱若来种菜，咱用乌豆来甲控猪骹，来甲煮排骨，嘛要做乌豆饭。西丽农会乌豆产销班透过1期水稻、2期乌豆轮作制度，有效利用土地，希望将上好的国产乌豆推广出去，互更较侪人知影。用在地的豆子创造农民更多的收益。公所表示，乌豆营养价值悬，除了健康，芳果好食，希望更较侪人支持国产的农产品。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台中的泰安哦，有一位80多岁真爱讲古的阿伯，伊对电影历史是真熟悉，人拢叫伊是讲古伯啊。伊4界去演讲来讲在地历史，互大家了解。伊个会晓做模型，甲用茶来做工艺品，无一个外国人哦，专工来听伊讲古兼学功夫。讲古伯今朝向大家解说，一栋厝顶起起的建筑物，伊背后有虾米款的故事？原来这栋建筑物是日治时代日本人来到台中后里泰安一带，因为要建置后里村来饮水饮餐，才为工程师所设的员工宿舍。这也是日本人来到台湾起的第一间建筑物。也这栋员工宿舍的厝顶会起，是因为日本人才来到台湾，也无熟悉这片土地，掠准台湾也会落雪，为着避免厝顶积雪，才会安尼来设计。日本会落雪，会落雪吼，伊过来咱台湾起第一间这个厝。不过，这栋员工宿舍伫50当前就已经拆掉，讲古伯唔甘这记忆会豆豆互世人放袂记，就以做囡仔时的印象访问神秘的时代坐伙人，也抄出日本册收集资料。讲古伯为着避免重担，更加实际故地查证，打甲后里村早期的员工宿舍以模型重新呈现互大家看，甲大家分享地方的人文历史。1921年起啊，1935年的是。大地震来，他倒去，即摆才阁起，即摆现就是太阳车头。讲古伯已经80多岁，毋过脑洞一宗，因若搞广告，会晓做模型、插工艺，吸引袂少外国人来，讲要教讲古伯学艺。也讲古伯嘛真欢喜分享这个代志，伊讲只要大家无去嫌，伊就会继续讲落去，互愈侪人知影后里在地的故事。记者综合报道。真侪即摆囡仔哦，拢毋捌看过布袋戏，嘛毋知影布袋戏的趣味伫倒。婚姻馆是台湾布袋戏真重要的所在，馆内斗南都有3间，拢有布袋戏社团的角色，因小姐来办公演哦，希望这囡仔会使互相交流，求进步。校训舞蹈，环境真实。戏台顶布袋戏翁仔的动作做甲真水开，台词的声情也逐句拢下正经。这台戏毋是专业的剧团咧甲新兵做秀，是婚林3间学校的布袋戏社团联合展演。戏台顶、戏台骹，无论是人翁仔、配台词，也是伴奏，拢是各校的学生囡仔亲身操作，实在无简单。你觉得今天自己的表现怎么样？不错，因为我学台词念错。有看到其他国小的表演吗？有。有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你觉得？口白要再大声。即马真侪学校有合唱团、舞台剧等等的社团，规划传统戏剧社的学校无济。不过，婚林是台湾传统戏剧的中心之一。毋但当年办真侪甲歌戏、布袋戏有关系活动，嘛有学校开社团，互囡仔自细汉就接触布袋戏，互因有兴趣。
这边来参加九安国小布袋戏团，用上古早传统布袋戏的方式来教学生，音乐就要随时对台顶红仔的动作变化，考验囡仔应变能力。我们是比较传统的，所以我们就是真的真实的乐器，文场、武场下去做搭配。然后很重要是武场的鼓的部分是要必须看超我的动作到哪里，需要很大的默契去配合。让小朋友能够借这个机会啊，跟其他各校啊互相的切磋，更重要小朋友能够在舞台上啊展现的自信。透过联合公演，让这阵介意布袋戏的学生有一个表演的舞台。嘛会当伫对方的表演当中学到更较侪物件，希望这款交流会当互少年世代也对传统文化有兴趣。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桃园病的感染有扩大的趋势，有感染科的医师就建议讲，有甲为着病人接触过，就算是高风险的族群，上无就爱采检2遍。嘛认为讲社区内面嘛有可能有感染者，所以至少爱观察2礼拜，伫2月初之前拢爱特别注意。步入桃园病院，医护感染阁扩大，又阁新增加4个确诊病例，疫情发展快速，互各界烦恼。其中新增加的案868护理师一直到第4届采检才确认。有感染科医师就建议，只要有甲确诊者接触过，也是做伙做代志的高风险的人，拢应该至少采检2届。只要你跟确诊者有接触过，或者你在同一个单位的话呢，在那边工作的话，你只做一采是有时候是不准的。一采的敏感度目前看起来在台湾大概只有50%哦，所以这些人2采以后是比较能够放心说他可能感染的几率很低。陈市长强调，国内的采检量能都要听候到有需要的时阵才用，才袂随便启动普及采检，应该爱慎重使用健备物资。上简单的道理就是今仔日伫个作战，唔是讲庆忌济赶紧扫扫的，都要看到敌人才拍。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嘛，真烦恼讲社区的感染嘛会增加，又搁伫要过年咯，一寡市场夜市啊，人会太甜。台南市长黄伟德头一个表示讲，伊会要求夜市啊、餐厅甲市场，减少互民众直接伫现场用餐。有的店家是认为讲，应该要求消费者规气包登去食，还规气。黄昏市场内民众坐咧享受美食，但是未来拢爱到隔房，无食袂使用餐，因为桃园病院确诊者伊的脚热捌行来到市场。台南市长黄伟哲也烦恼讲，素来春节假期市场夜市人真济，规定若说讲用餐区人无度减少，都爱到隔房。夜市尽量在市场或是封闭的百货公司的美食区，尽量不要有现场这个集中吃东西的地方。那如果真的无法避免的话，隔板也要做好。夜市也是名济较歹落实，用餐区规范到隔房。黄伟哲大声宣布，希望上万1礼拜内完成准备，开始实施。真的有这样子的政策，还是会希望说就遵守啦，遵守啦。高雄的夜市啊，打商是认为讲这场地真小，真歹到隔房，规期取消现场，一律炸走。因为空间不大，隔板，那你就全部都改外带就好了，就不用隔板。比如讲有10个人，啊，咱迄只有坐3个人啊，2个人尔，你就爱甲超做伙，安尼啊，你讲要做像迄面我做架起来，安尼就较无理想。部分打商有疑问，不过台北的宁夏夜市啊打商为去年3月就开始陆续到隔房，评估这个效果未歹。就算是自己要自费哈，然后我就你需要好让你的那个夜市的那个经济能回来，我觉得做生意嘛，就是要先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思考。宁夏夜市方面表示，到隔房会当让消费者安心，生意明显有提升，会当达到双赢。建议其他的夜市业者唔通惊麻烦，准讲自费嘛爱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竹县有一间庇护工厂，原本就经营甲真辛苦，即摆受到疫情的影响，订单是减少一半，现餐厅的生意嘛减少3成，真侪家私头仔拢歹去，嘛无钱通修理哦。因希望外界会使来斗3工。拍开冰箱，内底空空，原来早就已经无法度使用。毋那冰箱，另外一边的电风箱原底有2站。即马剩下站会使含放，老师无奈表示器材还去，但是阁无钱通好修理。刚开始就是买那中
中古的来的，然后这边又已经是差不多8年了，所以它的温度都很不稳定，常常烤了那个明明是设200度，它就往上飙，然后出来东西都黑了，然后学生的话你就更不放心让他烤。这间庇护工厂在地经营7档啊，除了训练身心障碍者的工作能力，也提供石头。过去经营就足辛苦，即马面对疫情影响收入，国不将才向外口讨救兵。后续一个当然就是人力上，我们看怎么去做精简，但是人力精简毕竟还是有个限度，而且我们也希望能够照顾更多的身心障碍者。对，那再来就是成本上如何去做考量。来到餐厅，学员认真切刀啊，暗过详细甲看，店内煞一个人客拢无。疫情冲击各行各业，外界爱心关注，也比往过减了真多。因希望大家通斗3工，就因度过这届难关。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种薰草伫台湾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家己的薰草种植因为产业改变，在地种薰草的农民机会拢真大咯。薰楼嘛一间一间关。嘉义县政府最近就出版国内头一本薰草产业影像册，要来记录这个特别小的产业。一张一张伫薰田内底的相片，记录家己薰草产业的过去甲今仔。本身嘛是薰农第3代的摄影师，为少年的时阵就开始记录社区内底农民的生活。伊讲台湾种薰的历史100多年，袂当互这段记忆消失。那历史就是写台湾的烟叶史跟嘉义的烟叶史。影像的部分就是我这个30年来所拍到的照片，我把它做一个集结、汇整跟精选。家己过去有全台第3大的薰草区，种植面积满有3000公顷。100多年来，薰草产业渐渐落济。家己县政府趁老薰农各地咧，用相片甲文字，赶紧把这段家己山区的历史记录落来。一个影像啊，是记录着我们嘉义县整个发展的一个记录。那在我们文化部，事实上他也在推国民记忆库，他所讲的就是这个，就每一个民众的生活日常，就可以变成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忆，所以我们出了这本书。我拢一直甲人放花种薰，种到即马人收长甲无种尔。即马爱你买倒来，互阮遐侍婶仔看。阮侍婶仔讲：妈妈，你来买一顿有啦，要倒来互我看，倒来互我依早咱种薰辛苦来安尼。除了整理相片出册，作者嘛整理徛街附近一区田，内底有种1200丛的薰草，提供予大家观赏。看到这一丛一丛比人搁较悬的薰草，作者表示，希望这个薰草会当予人会记得这片土地捌发生过的故事。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立法院昨成立一个台语吟诗社，要来教学员用台语来念汉诗。立法院长游锡坤也特别强调讲，无意那当文化就会消失，所以爱读台语传承落去。风调酒九中天。立法院长游锡坤现场唱出韩语做的这件律诗，用行动展现对立法院成立台语吟诗社的支持。这嘛是立法院第7个社团，有台语老师来教大家念汉诗。那么10句就是4字尔，4句尔，律诗8句。我会将伊的历史故事甲这个作者的背景，安尼会加深互咱学习的记忆力。老师用汉诗教社员，上主要是因为台语本身就真侪声调，适合用唱的，诗词底嘛较好记。院长嘛表示，台语是咱的母语，母语当文化脉。未来嘛希望台语汉诗吟唱会当推展变成台语教学的一部分。只要教那些诗，然后就会要他们吟唱，然后用台语吟唱。那如果说有人全国比赛，然后提供录影带给大家，学生就会学呀，可以引导台语教学。游锡坤嘛讲，台语汉诗的教学有文学艺术的价值。这摆立法院成立第1个台语社团，嘛希望台语文化更加受到重视。记者陈雅文、李玉凯台北报道。
咱来看南韩总统文在寅上任以来对厝价有真侪意见，不过韩国厝价确实愈来愈悬，民众拢小钱要买厝哦。伫首尔的江南区哦，一间25平中古的公寓，竟然就爱台票9000万。南韩总统文在寅上任3年，24遍推出拍房的政策，不过效果不好。房地产委员会上新的资料。南韩目前租厝的租金比去年同期起码到7%，是过去9年来上大起步，厝价也起8.35%，是14年来新高。伫咧首尔租厝大的少年人讲，厝价遮尼悬，根本买不起。 구매하게 되더라도 서울 지역 아파트는 좀 힘들 것 같고 경기도 지역 아파트를 구매하게 될 것 같습니다. 专家认为，南韩的厝价遮尼悬，是甲去年政府调降银行的利率到历史新低。 颠倒刺激民众买厝，和房地产一直起价有关系。另外，政府规定限买限贷款的地区，也和本来厝价较低、无受限制地区的厝价起价，和高房价自首尔首都圈扩大到全国。民众拢认为厝价会一直起哩，袂阁落来，大家惊赶紧买。像首尔精华地段的江南区一间25平的二手公寓，身高介绍竟然爱代票9000万。 연초에 비해서 한 3, 4억 정도는 상승이 됐고요. 지금 거래가 되고 있는 거는 거의 신고가로 거래가 되고 있습니다. 심리가 지금 내가 안 사면은 뒤처지는 것 같고 해서 지금 현재로는 당분간은 상승세로 보고 있습니다. 数字显示，首尔平均的厝价最近3年起将近4亿韩元，换算代票是1000万。苗栗做到竞争的程度实现高大政绩，和文在寅正头疼。公司新闻詹惠敏编译。全球有真侪餐厅因为疫情的影响，拢关门哦。拜二伫法国米其林的线上颁奖典礼，有真侪总铺师是拢真感慨。 受疫情影响，今年法国米其林指南的颁奖典礼改在一个线上举行。得到家己第一遍摕到米其林3星，总部师马吉亚欢喜到流目屎。Aujourd'hui que je peux vous dire que je suis fier de vous dire que je suis un cuisinier. Merci beaucoup, merci à vous. 去年法国的餐厅因为封城令，大部分的时间拢无法度正常营业。评审只敢会当伫咧7月到9月短暂开放的时阵评鉴。结果马吉亚用心研发，融合法国在地加外国风味的菜单，可以伫咧马赛餐厅得到米其林最高荣誉肯定。坚持料理无拍质的，也有伫咧巴黎开餐厅的总部师山卓拉。 今年延续去年的好成绩，保持米其林1星。伊的早餐是采用日本式的开放厨房，过去生意正好，因过受疫情影响，也暂停营业，和员工放无薪假。唯一的收入就是靠私人暗暝的订单。Voilà, et puis j'aime les gens, j'aime faire plaisir aux gens. Moi, mon plaisir, c'est d'aller, de voir les gens heureux après un repas. C'est ça mon vrai plaisir, c'est de donner du bonheur. Et du coup, c'est un peu comme la fleur qui n'a pas de soleil, on se déshydrate quoi. 有一个米其林餐厅为了要求生存，开始做外卖。不过山卓拉认为外卖会降低食物的风味，所以坚持不爱做外卖。即马除了暂时靠政府的补助加贷款过日子，希望有米其林的加持，餐厅伫咧疫情了会当搁再爬起来。公司新闻詹惠敏编辑。 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南部已经缺乏几啊冬哦，当地拢无法度种物件，传出有真侪营养不良的囡仔，最后拢活袂落去。联合国嘛呼吁讲，大家爱来斗相共。住伫马达加斯加拉南部庄头的达姆，用水搅白色黏土，佮含一寡台语号做双角的罗蒙子，规口罩就靠这点物件度过这顿。 保守军若是食土这款代志，毋免烦恼食清的人是真恶体会。毋过对当地这寡产期落叶的居民来讲，白色黏土会当救因的命，食落腹肚就无遐枵啊。Panahon istirahat ni haneng dati leni rurovo na tidak halin hijente sirahan tiang. Fai rahina nazau fanyang kala saya fani rurovo sinisa zile fai ho di tubuh. 居民常常靠刺球的树枝做主要粮食，不过当地已经冬外无落雨，刺球生袂出来，溪水已经大枯枯，作物也拢发袂出来。虽然阁有几大水窟，不过也敢若勉强摕来洗衫，也是啉水。有人改卖茶豆汁，不过人伤济，安怎走总也真恶饲规家伙仔。也有人开始怨叹，饲的精神定定着贼头，居民无大活，只有是开始食土。
不过食土会致使消化不良，当地对去年10月开始，有囡仔营养不良、小连续死亡的案例。 有慈善团体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合作，在当地设医疗站，大家拢会看到巴肚拿水柜、行坎拿楼梯、小山落巴囡仔来看病。工作人员讲，客换和疫情爆发，致使基本的问题愈来愈吃力。 Cette année, parce que les gens n'ont pas pu bouger à cause du confinement, et les gens sont restés plus ou moins dans les villages. Donc, ajouter à ça l'insécurité alimentaire provoquée par les changements climatiques qui ont été très sévères cette année. 世界粮食计划署估计，目前马达加斯加的南部有一半人口，也就是150万人遭遇饥荒，真需要3700万的美金做紧急的救助。状况若继续恶化，基民恐惊连生活拢无通食。张慧敏编译。这回来看今仔日详细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2度，上悬25度。 中部地区上低12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4度；外岛地区上低10度，上悬21度。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